大家好，我係 Leo，歡迎返嚟一周時局的啟示。做市場分析做得耐，你會發現最值得留意嘅未必係今日升幾多跌幾多，而係環境複雜嗰陣，身邊嗰個人用咩框架幫你作決定。照例先講聲明，以下純屬個人分享，唔係投資建議。投資前請按自己情況向持牌人士了解清楚。今周第一個啟示，霍爾木茲海峽談判仲未落實 ，WTI 由周初78.91美元到周五81.22，升咗約2.9%。能源供應一有變數，通脹同利率預期就會跟住調整。第二個啟示，美國通脹較溫和，標普500收喺7798，再創紀錄。但30年美債拍賣息率去到25年高位，股市反應樂觀，債市就提醒大家，長期財政同融資成本唔可以掉以輕心。第三個啟示 ，AI 資本開支仍然加速，輝達聯同多間華爾街機構計劃投資5000億美元做 AI 基建 ，AMD 亦發債47.5億美元，機會當然存在，但當估值、資本開支同融資一齊加速，風險管理就唔可以缺席。呢三件事令我諗起早幾日喺小紅書同一位金融業後生仔嘅對談。佢知道我做過銀行，亦做過財富管理，就問銀行同財富顧問究竟有咩分別？我同佢講唔係邊種機構高級啲，而係授權關係唔同。銀行有強大平台、研究資源、風險制度同產品供應，前線同事按機構策略服務客戶，完全合理，亦可以做得好專業。但當顧問以客戶為授權來源，問題嘅次序就要改變，唔係先問今期有咩產品，而係先問客戶要達到咩目標，幾時要用錢，可承受幾多波動，流動性夠唔夠，以及組合有冇過度集中，先有產品，再去適合嘅客人，同先有客戶目標，再配對工具。表面只係次序不同，實際係兩套決策文化，前者重視執行既定策略，後者要求顧問持續管理利益一致性、收費透明度、產品開放度同風險預算。我而家走外部資產管理顧問嘅方向，正係想將焦點放返喺客戶授權，唔係扮預測大師，更唔係推銷員，而係喺市場最熱鬧時保留紀律，喺最混亂時守住原則，幫客人將資產、風險同人生目標放返喺同一張地圖上。呢次對談令我更加肯定，長遠嘅財富管理，產品只係工具，信任先至係真正嘅資本。如果你鍾意我呢類短片，記得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你覺得一個值得長期合作嘅顧問最重要係咩？留言同我傾下。我係 Leo，下周再見。